特斯拉改音響除咗好聽，仲有一樣重要嘅就係唔可以破線，冇可能為咗幾個喇叭影響埋你嘅3段質譜㗎。我建議用翻專用喇叭，1蚊一插咁就搞掂啦，又唔影響你線路。依家市面上做特斯拉專用喇叭嘅呢，有勁浪、史泰格、阿爾派啊。咁我個人認為呢，史泰格呢個呢全面性係更加高，人聲、高音、低頻都係滿足到嘅。勁浪都好聽嘅，不過呢勁浪要成3雞嘢喎。咁我哋史泰格呢一套呢，低配呢我哋包10隻喇叭，1萬蚊都唔使啊。前門呢2個低音，2個高音，儀表台呢3個中音，1個高音，再加上後門2隻，啱好就10隻。如果好似 Model Y 本身尾箱預留咗個低音炮嘅空間俾你呢，咁你可以升級埋個低音炮。如果你完全考慮無損呢，咁你就唔好話喐線路啊同埋 DSP 嗰啲啦。如果你係唔需要考慮呢樣嘢呢，咁你乾脆就揀我哋其他套餐啦，更加抵還㗎。如果你遇到3電要翻原廠檢修咧，咁我哋可以免費送你1次原車喇叭復原，咁樣你就相當於無改裝啦。